舜帝，咱来讲，舜帝是圣人，是一个皇帝，是一个伟大的人。咱是啥物人？有为者就讲，咱若有作为，咱若有想要对着圣人的脚步咧行，有一天咱嘛会到啊。有一天咱嘛会到，紧甲万里，紧甲万里啊！今日毋做尔，只要你要做的话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到，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幸福。但是，信唯有修道的，才会当超生了事。咱知影讲，修行学道咧，就是要会当互咱超生死脱轮回嘛。要超生死脱轮回呢，唯有求道。若无求道咧，咱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因为咱若想，为什么咱观世音菩萨有3个日子？第一，就是伊的出生的日子嘛，2月19嘛。第二个日子，就是伊得道的日子，得道的日子是6月19嘛。各位前言，咱敢知影咱得道的日子是叨一日？咱咧记的咧，咱袂记一天咧。但迄个观世音菩萨、心菩萨得道的日子，拢逐个咧较庆祝咧。咱得道的日子，咱有哪会记啊？伊修道的日子。